帮我看2个哪一个数字呢？什么意思？少2个数字？什么2个数字？100。少哪一个数字？少哪2个数字？哪一个？少哪一个数？你自己找，慢慢找。先从开始找。后面没看，前面没看。你自己慢慢找啊。前面没看。按顺序，由左到右，由上到下。少2个。少哪一个？少1个。100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？有2个，不是1个。2个。一个，你说少哪一个呢？我在找。那个是等下吃完爸爸你帮我看，那个是等下他先看。他好厉害哦，一个一个找。少2个。哪2个呢？差1个，这个没，前面看。好，你跟田爸爸讲，好，帮我也找一找，要少哪几个？我看他好专心了，一个一个找。我怎么只看到1个？当然就1个。什么都没有，都没空，这空来看。对，好，田爸爸，你也帮我找一下。这个1哈，你看这一排是10，对不对？这个总共100个，所以应该是100。然后1，你看这一排应该都是1， 11、12、13、14、14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懂吗？不是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这格子里面，对不对？1是不是这一排应该都是1，不管是1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5，对不对？同样的2也是，不是了，不是讲100的，同样的2这一排也都是2，懂吗？你就可以找这样22。你找完了没有？好，3、2、4、5、2、6、2，好，那这个3呢，一样的，找看看，3、2、4、3、5、3、6、3、7、3、8、3、9、3，4呢也是一样。对不对？5呢，一样的。6呢，一样。7呢，8呢，9呢，10呢。好，又少1个。100。对，100。还少2个，哪个？